扶輪公園櫻花園，友誼之花綻放。扶輪公園中有一座美麗的櫻花園，它不僅是公園的一大亮點，更是新界扶輪社與台北陽明扶輪社之間深厚友誼的見證。這個櫻花園於2001年得到了台北陽明扶輪社的慷慨贈予，100株非韓櫻樹苗在這裏安家落戶，為公園增添了無盡的生機與色彩。非韓櫻這一品種的櫻花以其鮮豔的色彩和獨特的形態深受人們喜愛。每當春天來臨，這些櫻花樹便綻放出滿樹的粉紅花朵，花瓣似雪似霞，輕輕搖曳在微風中，仿佛在向人們訴說着春天的故事。而在這些櫻花樹下，遊人們或漫步其中，或駐足拍照，盡情享受着這片花海帶來的美好時光。這個櫻花園不僅美化了扶輪公園的環境，更成為了新界扶輪社與台北陽明扶輪社之間友誼的象徵。兩社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源遠流長，而這次櫻花樹苗的贈送則是兩社友誼的又一具體體現。這些櫻花樹不僅見證了兩社之間的深厚情誼，也成為了連接兩地的文化紐帶。在櫻花園中，人們不僅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櫻花，更可以感受到扶輪精神的力量。扶輪社一直秉承着服務社區、促進友誼和團結的宗旨，這些櫻花樹也正是這一精神的生動詮釋。它們在這裏靜靜綻放，無聲地傳遞着友誼與團結的訊息，激勵着每一個來到這裏的人。扶輪公園的櫻花園是一個集美景、友誼和文化於一體的地方，它不僅是公園內的一處亮點，更是新界扶輪社與台北陽明扶輪社之間友誼的見證。在這裏，人們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櫻花，感受到扶輪精神的力量，也可以在花香中品味兩地之間的深厚情誼。